功德去做生命的工程，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学习上帝话进前，咱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进入你的礼拜堂，伫即个所在来寻求上帝你，也要伫你的至圣所来领受上帝你家己的话，做阮活命的地基，做阮属灵的美娘。阮伫你的面前静静来听候，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听的人会明白，互较无的人会通得到。主愿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来仰望你，愿主你将你的话讲互阮听，帮助阮真做一个有智慧的生命的基督徒。阮会当将阮的人生重要的工程来建立伫上帝你的石盘顶。也愿天父上帝，互阮伫人生中间，无论拄着什么种的风影打击，阮拢袂跋倒。求天父上帝照耶稣基督伊的教示来教示阮。愿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阮的心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来教阮。愿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咱分享耶稣的教示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故事。伫耶稣的教示甲伊的讲道内底，咱有一部分咱甲伊称作耶稣的比喻，耶稣的比喻。耶稣常常用一个真平凡伫日常生活会通了解的一种的经验，来讲起天顶上帝伊的奥妙的话，所以叫做桥接。上帝用咱伫日常中间所拄着的情景，来讲起上帝要互咱知天国的信息。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生命的工程。伫咱的人生中间，若结婚了后的少年人，因拢渴望因会当买一间厝，也是起一间厝。迄个目的就是要互伊的婚姻，互伊的囝儿孙会当伫即间厝来得到一个真好成长的环境。今仔日的故事咧讲起生命的工程。耶稣伫即个所在讲，一个聪明的人，伊将伊的厝来起伫石盘顶悬；一个愚公的人，将伊的厝就起像迄个咱咧讲的河流的边啊，迄个山坡地，迄个所在好起，迄个所在开阔。但是两种的地基会造成人一生中间无共款的结局。伫这个主题中间，当然耶稣毋是咧讲起厝，不只是在讲盖房子那点。真要紧伫这个故事中间咧，甲咱讲起一个人生的生命的工程，包括咱的学习、学业、咱的事业、咱的婚姻，甲以及咱的信仰，拢是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引射出来一个真要紧伫信仰中间的课题。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追求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鼓励。因为耶稣捌鼓励伊学生讲，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玛利亚。耶稣甲伊讲，玛利亚已经选择伊生命中间上好的福分，伊已经伫伊的人生中间经上好的福分。今仔日这个故事嘛，甲咱讲起聪明的人甲愚公的人，因所选择的人生是无共款的。有的人要食毋讨趁，爱勤苦，这种的人生最后伊所修成的，就是一个凊彩无价值。但是相对有一款人，伊的父母、伊的老师甲伊教，就是伊为着伊的将来有价值的代志，伊肯吃苦，伊认真打拼，脚踏实地。这种的人，伊的人生的路，到最后是哪行哪甘甜。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伫主的面前，咱来学习一个功课，起造建立。那安尼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重要的物件需要建立？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我嘛希望甲兄弟姊妹，恁的家庭做伙来帮助恁的囡仔。伫伊的生命中间，有4项物件，伫今仔日的第3项的分享的内底，我要甲咱做分享。但是我起头先讲，伫
伫咱咧听整个经文的解说的过程顶悬，恁就会通明白，咱就会通明白。伫人的人生中间有4项，特别是基督徒，有4项真要紧的，就是咱的生命中间爱真侪有智慧的人。所以咱叫做学习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带人读圣经，解说圣经的话，教人通过圣经来得到圣经的智慧。第一，教神学；第二，家庭甲教会爱合作，来教恁的囡仔品格的生活。一个人的品格若无健康，伊袂通幸福。这是对2000年前耶稣迄个时代，后来伫希腊中间最出名的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最出名，伊的言论中间有讲叫做幸福论。一直到今仔日，有真侪哲学课程拢咧探讨人要怎样才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亚里士多德，伊真捌一项代志，无好的品格的人，伊无可能得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幸福。所以教信用、教神学、教品格。第3项，教使命感。一个人人生若无使命感，就亲像无方向感的人。无方向感的人，伊真困难伫伊的人生中间，来用真长的时间来投资嘛，起造一间好的厝。咱有机会到澳洲去参观，澳洲满是迄种几啊百年的礼拜堂。去澳洲旅行，我相信真多数的工铁，真多数的行程，拢咧看迄个真古老的修道院，还是古老的礼拜堂。因为迄个礼拜堂中间有真侪互咱赞叹的一个历史的遗迹跟建筑物。通常这种建筑物，拢用几啊10年、几啊百年，才慢慢起造。就亲像伫罗马的梵蒂冈，伫罗马城的内底有一间礼拜堂，是全世界拢出名，因为伊是咧纪念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使徒，叫做彼得。迄个礼拜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这个礼拜堂伫全世界是足出名的礼拜堂。这间礼拜堂起几啊百年，一直到今仔日，犹阁咧起，犹阁咧装修。所以，兄弟姊妹，人嘛需要有意向，意向就亲像咱的目镜，会通互咱无明的，无论是近视、老花，这个目镜会通互咱看清楚咱要读的字，看清楚咱要看的图像。所以，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意向。一个意向圣经中间的字，一个叫做 horizon， 另外一个字叫做 orbital， 英语叫做光学啦，光学眼镜迄个光学迄个英语的字 ，horizon 是叫做地平线。人的眼光就亲像人会当看头个看远，看到远的迄个远方的地平线。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用这4项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4个字，来帮助兄弟姊妹做咱今仔日起做咱生命工程，属主耶稣所甲咱讲的这个功课。主耶稣的功课，伫咱的教会查经班已经做伙查考将近要6个月以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兄弟姊妹，咱除了相信耶稣是咱的帮助者以外，咱嘛应该爱了解耶稣所留予咱生命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所以，一个认捌耶稣的人，若无认捌耶稣的话，是无够格。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做伙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今仔日的教示就是主耶稣一个真深沉、一个真宝贝伊的比喻。伊会讲人的一生的成就，就亲像咧起厝。有人伊所起的厝是清清彩彩。有人所住的厝是拉拉杂杂，亲像住伫迄个垃圾堆中间。伊讲大影若来，大雨若来，大风若来，厝就倒去。伊咧讲大雨、大风、大影，最主要咧讲什么？就是咧讲起人生命所拄到的冲击。伫咱人生中间，真有可能，咱会拄到咱无法度抵挡的迄个冲击的事件。但是今仔日咧，譬如讲，一个人若有一个臃肿的身躯，一个臃肿的灵魂，臃肿的思想，臃肿的性格，臃肿的个性，伊就有能力伫风影的中间悠然徛在
古早人甲咱讲，树头若徛有栽安那，毋惊树尾安那，做风台。兄弟姊妹，圣经的譬喻就是亲像全人类伫逐所在人对人生的体会。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祈祷，万恳求主耶稣的圣神帮助咱，咱将咱的信仰定根伫圣经的话顶悬。因为耶稣讲，口是心非的人，袂通得到上帝的祝福。伊讲，竟然叫我主啊，主啊，主的人，这种的人口是心非，嘴足甜，但是有嘴无心。这种的人自以为是，因感觉信仰好亲像咧变魔术，所需要的就是神迹奇事。但是今仔日的圣经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不是安尼，不是口是心非，不是有名无实，不是自以为是。耶稣伫这个所在用一半的经文责备，因为伫马太福音的第7章的头前，咱看见有法利赛人啊，甲经学士，因伫迄个所在甲耶稣辩论圣经的教示。耶稣讲，恁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自以为是，口是心非。耶稣伫这个所在所留的这几句话，嘛诚做逐世代做基督徒，我感真正是真正有心。耶稣讲，真正的基督徒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照上帝的心意来活伫上帝的话语甲教示的内底。伫教会甲咱做伙交陪、做伙生活遮尔久长，我有真侪时间有一个习惯，我爱一个人静静坐伫礼拜堂祈祷。当一个人坐伫即个礼拜堂久来，就会发现讲即个礼拜堂底下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这3-5年来，慢慢一项一项，咱的教会拢有。我感觉最后有的，就是吊在门口的迄粒钟了。吼！伫我坐伫即个所在，你就想讲，即间教会旧的礼拜堂就是安尼。后来咱就整理即个礼拜堂，后来咱感觉咱爱有组织的教室，咱无够个用。咱有一个爱餐的餐厅，所以咱就去了教育馆，对不？后来当咱的教会上帝，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邀请你的朋友来，啊，咱的囡仔成长。咱的教会渐渐感觉这个小小的礼拜堂已经无够给咱用，所以对2017年咱祈祷，咱开始，咱就去了咱边啊一间副堂。咱的教会的建筑物已经去到这个所在，但是我感觉。起厝较简单，但是建立信仰的品格较困难。你敢无同意牧师安尼讲？所以兄弟姊妹，要起这个外在的厝较简单，你讲牧师较有简单，非常无简单。阮的教会是一间真平凡的教会，但是阮要怎样来起一间教育馆？用2000几万，将近要3000万。咱拢是一般的做事人甲工人，咱所有的一针一线，拢是咱辛苦欠好来献给上帝。是无简单，但是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知影一项事实，就是要起一间礼拜堂较简单，但是要建立一个永远无跋倒、品格信用四正的中级团体是困难。这我要用这种的感觉来邀请兄弟姊妹，咱建立咱的人生嘛是安尼，咱的人生较容易进步成长。有当时某一个时间，咱虽然有得到某一种的祝福，咱就有成就。但是人生有时嘛会拄到冲击，就风影来是咱的人生，咱敢徛会知。原咱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今仔日的圣经，耶稣讲这个譬喻，起厝的譬喻，有4项代志来伫经文的中间来帮助咱。起厝是一项真平凡的代志，古早嘛有起古早厝，今摆嘛有起今摆的厝。古早的厝德公仔厝，古早的厝是土角厝，但是今摆的咱呢是坚固的，亲像甚至咱今仔日有的厝嘛无用砖仔呢，对无？你莫看起迄种的灌这个阿门头的，伊甲迄个钢网甲伊安尼白白的，就对厝顶提落来。迄个钢网的壁一块砖仔都无。咱的护墙，这个护墙就是迄种的结构，真奇妙。但是这是外在，
咱要怎样伫这个所在来明白主耶稣今仔日所要甲咱讲起初的福音呢？这个最重要就是咱要建立一个永世存在的这个厝。所以今仔日的周报咱的金句中间，恁读去，恁也会当恁读这个金句。这个金句是保罗伊所讲一个真特别的话，因为伊写予哥林多的教会，伊发现伊用足侪心血来帮助哥林多的教会进步。伊发现这个哥林多教会中间有真侪无合上帝话语，所以伫个所在，伊讲拆毁与重建。伊讲我要拆毁这个世间的长病，拆毁这个世间的账目。人的身躯就亲像一个会朽坏的篷布，古早迄个游牧民族咧住迄个蒙古包迄种的厝。伊讲这个厝要拆毁，我要重新起造什么种的厝？一对天顶来上帝的厝。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甲咱鼓励，就是有一种的厝叫做灵魂，有一种的厝叫做品格，有一种的厝叫做好的善良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灵命的起造、灵命的厝是真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主耶稣责备遐会无了解福音的人，伊讲毋是干那嘴讲甲足甜，一直叫我讲主啊主啊主啊。伊讲即种的人无逐个人100%拢会通进入天国。伊讲什么种的人才会通真做上帝所欢喜的件事？甲伊讲，请你入来，我所听好个真重的路棒。主耶稣讲，独独尊叹，独独尊叹。互你所听的圣经的教示活伫你的生活中间，人若看到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讲，听道、听讲道，甲活出来上帝的话是一体两面。袂通干那听圣经的话，却伫行为顶悬无见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听讲道的时，咱有得到甘甜的感觉。咱甲主讲，主啊，因为你的话，所以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无价值。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今仔这个所在，伊讲什么？伊讲有侪人称呼我主啊主啊。耶稣甲伊讲，我敢捌你。伫这个所在，耶稣所讲的话，插着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就甲耶稣应讲。我奉你的名传福音，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嘛做真侪奇妙的神迹奇事。你敢毋捌我？这叫做自以为是、口是心非的人。伊感觉伊做真侪代志，但是耶稣讲，我爱你所做的，毋是这嘛？连个伫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圣经讲，竟然互我一杯水啉的人。竟然做这个人面的工的心的工作，伫一个智慧式的人，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悬。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天父上帝的帮助的中间，咱真做一个破除这种的信仰的盲点。咱甲主认罪讲，主啊，对今仔日开始教我谦卑的功课，互我无自以为是。求主帮助我，是就是是，不会有嘴无心，有嘴无心。空嘴保子，求天父上帝帮助我，有名有实，有基督徒的名分，冇基督徒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帮助。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既然听见我这的话来行的人，因就好亲像智慧的人起伊的厝伫石盘顶。也即恁若好奇讲，耶稣所讲记载伫这个短短咱的8节的经文，伫第7章。这个短短8节的中间，你讲到底耶稣所讲这的话到底是什么话？你会当得去用一段时间安静读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这段是传统上咱叫做山上宝训，就是耶稣的讲道集，耶稣的讲道集。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伫传统上咱的查经的时，咱称伊做耶稣的讲道篇。伫迄个中间汇集汇整，将耶稣伊的讲道伊的教示，马太甲伊汇整，伫这个所在，传统上予伊一个名叫做山上宝训。为什么？因为耶稣带伊学生去山顶祈祷，
伫迄个山顶的中间席地而坐。耶稣伫迄个所在开始将天国的福音真正的意思讲互因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摆咱听到讲道，咱就真正活出来。这是今仔日牧师对咱的邀请，邀请咱每一个人，咱将来拢享受一个卓越的生命。咱到咱的人生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感觉讲主啊，感谢你，我的一生实在有价值。我毋是一个清清彩彩过我的一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追求怎样将咱的厝起做伫石盘顶。当有一日，咱的生命的风暴，今仔日这三项事讲落雨、大水、透风台，这三项伊就是咧讲起伫人生中间有当时有可能咱拄到的生命的冲击，亲人离开咱，父母离开咱。有当时拄到大风台来，咱的厝要去飞去，咱甚至伫大楼中间，咱的气密窗嘛挡袂掉。甚至较歹运的人，有当时伫人生中间嘛会拄到火烧，出门去有时会拄到意外事。这礼拜一个大学生21岁，政大的女学生，行路对迄个灯卡行出来，要坐公车。电源咧装冷气，恁有看到迄新闻无？足可惜，一个真少年老爸的囝子，伊讲我较减一个查某囝，出门去两个，倒来是剩一个。所以为什么人生中间有真多检测，毋是咱有法度100%有把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有坚韧的灵魂的基督徒。无论什么种的事。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拢找到咱的立足点，伊叫做殿军。这是今仔日通过这个经文，我要送咱的一句话：坚韧的活命，坚韧的活命。英语迄个中文讲坚韧，就是讲有抗压性，伊伫生命中间有坚固的精神。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拢成做一个有坚韧、润步步。迄个后袂长，上帝互咱有即种的祈祷甲属灵的开展伫咱的生命。我今仔日要用三个题目来问兄弟姊妹。第一个题目，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的人生祈祷，安静思考。你一生咧无用什么？圣经有一句话讲着无用刺刺，但是生命是枉然的。今仔日的诗篇127篇。伊讲，若毋是上帝的帮衬，人手所做的工，拢是枉然的，无用刺刺，无采工。伊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所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无。这个譬如甲耶稣的譬如，可做会足清楚的讲起，人会当立志行事，人会当决志努力打拼，无用刺刺。但是人无把握，你所买的股票，逐支拢会起，对无？有啥物人有把握讲你所买的股票，逐支拢起，拢涨停板？嘛无人有把握讲伊所投资的事业，逐项事业所做的事业，拢一定会成功。上帝眼中的成功，甲世间人所讲的成功无一直同款。但是上帝应允一项，就是咱手所做的工，伊要坚固伊，写伫诗篇的内底。兄弟姊妹，咱一生咧无用啥？愿咱安静，毋是徛伫牧师的面前。愿所听的弟姊妹带你的囡仔安静伫上帝的面前，甲你的囡仔做伙，用祈祷的心来明白上帝伫你人生中间伊的计划。伫咱的无用的中间，今仔日什么冲击着今仔日咱的心？咱的灵命敢是一个健康的灵命？人所讲的话，无在着威胁咱。但是今仔日这个时代，人真耳空轻，逐礼拜都咧看到迄个新闻，警察咧苦劝毋是阿婆甲欧巴桑呢，毋是干那遐阿公呢，逐个人伊常常讲，我紧汇钱互一个人，迄个警察一听就知影讲，这有个诈骗集团，安怎甲伊苦劝，伊就死都毋相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冲击的中间。彩绘与重建，咱的思想需要改变。
互上帝的话改变咱，毋是互人的话改变咱。愿上帝互我有能力，也警醒，真清楚将上帝的话来解说互兄弟姊妹听。愿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存谦卑的心，咱甲主讲：主，互我听到你话命的话。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会圣经保罗伫伊哥林多后书今仔日的金句，伊讲：我深深的想要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子，我深深意爱上帝所赏赐我对天人来迄个荣耀的生命。我要为着上帝来体会我伫地上这的宝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懂得这种的操练的重要。无好的习惯改袂掉，因为咱古早人甲咱讲江山易改，安那本性难移。咱伫主的面前常常吐开讲：主啊，这就是我的本性。兄弟姊妹，不要软弱，不要降服。咱让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不好的习惯。你讲，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和这种的习惯离开我。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当一个人为着伊家己的软弱，伊感觉伊的思想、伊的习惯无法度改变的事，咱若愿意伫上帝的面前跪落来祈祷讲：主啊，我真困难改变。或者你相信，这个良善、圣洁的神会改变你的生命吗？为着你迷路的囡仔，为着你的亲人生活所拄着最的搅扰，因无法度超越那种捆绑，还恳求天父上帝，将伊空中的荣耀的权柄放伫咱的生命中间。这是今仔日咱做礼拜的祈祷。咱的教会嘛需要有体会甲中坚。所以兄弟姊妹，起新的厝比改旧的厝，对一项较简单。你捌听讲要拉皮的厝，要重新起的厝，比啥？比起新厝更较困难。过一年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台南看台南新人医的礼拜堂。台南新人医的礼拜堂是全台湾真少数的这个哥德式的这种的真水的欧洲风格的礼拜堂。台南市政府帮助台南神学院用5000万，重新把这个古迹重新对头，所有的每一个堂啊，包括伊的每一块遐，包括每一个部分，拢是用古老的旧材重新起起来，困难。所以姊妹，老树头的教会真困难改变。为什么？因为人的思想、人的习惯已经自以为是，伊嘛感觉啊，阮阿公就安尼，你是安怎要甲我？兄弟姊妹，毋是咱阿公安尼，咱就安尼。咱的生命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一项上帝所讲的真理，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生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咱生命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新的选择。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甲主祷，主啊，叫你赏赐我智慧，互我有选择的智慧。伫英语的字典的内底咧讲起智慧 （wisdom） 这个字，伊讲智慧本身是一个能力，是一种的能力。兄弟姊妹，聪明是一种的技巧，但是智慧是一种的能力，会当做正确的判断。聪明的意思是用你的财物，用你所读过的册，用你的经验去做决定，但是智慧是一种的选择的能力。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人又搁出现伫咱的讲道中间。牧师甲恁讲过，我真爱这个老牧师，伊叫做 John Stott。伊伫一生中间有写一本册，伊的册名叫做《当代基督徒所遭遇到的冲击》，就是这本册。这本册的册名咧讲起，第20世纪的教会拄着什么种思想的搅扰、思想的冲击、伦理的冲击、政治的冲击、社会事件的冲击。兄弟姊妹，
这本册的册名写了真好，伊会当帮助咱安静。就算做咱无读这本册，咱伫祈祷的中间，咱会当反省咱家己。伫我的人生中间，有甚物种这个社会的力量来甲我扭离开上帝的真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有做正确的选择。过来第三项，我要甲兄弟姊妹所讲的，就是分享。在咱的生命中间，需要这4项的能力。第一项就是对圣经来智慧；第二项就是对圣经来品格；第三项就是对圣经来使命；第4项就是对圣经来的意向。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光照伫咱的头前，代表讲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义人所行的路，上帝的话发光，所以迄个光哪来哪光，直到日中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上帝的面前甲主立约，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主祷讲，主互我一生所做的工，是甲主你同工。今仔日诗篇127篇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所起造，就起造的人空空着活。兄弟，甲上帝参详你的一生，我的一生会安怎？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为着咱的一生祈祷。主啊，我的婚姻呢？主啊，我的一生的事业呢？主啊，我的品格？主啊，我的心思意念？咱甲上帝参详有3项代志：用圣经、用圣心、用上帝的听。这就是咱常常读的犹大书，犹大书第20节、21节，伊讲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依靠着圣灵来成就上帝听咱的祈祷。第三，常常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的里面。兄弟姊妹，意思就是珍惜上帝所予咱的听，常常保守自己，常常将这个心提出来交予上帝。咱甲主祷讲，主啊，我做未来的事，若有你的听，就够了。在这个世代，其实人拢咧较无幸福跟爱，真侪人追求爱情，但是真侪人嘛伫爱情中间受伤害，对无 ？Me too。毋是美术里啦，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这个人生中间，有真侪人的听是无完全，但圣经讲，爱是永不止息。上帝的真爱能够让人的生命得以完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能够成就上帝最美的事情。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互咱一生所做无空空。最后一项，我要甲兄弟姊妹伫主的面前，咱做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建立我家己的灵命。拄则4项，我要开始解说互咱听。伫咱的生命中间的品格灵魂，有4项真要紧的工作跟灵修。伫咱生命中间，咱的心内有一间礼拜堂。伫咱的心内有一间礼拜堂。这种的想法对耶稣基督的教师后来到保罗。保罗讲，踮伫我的内底有一个囡仔，有一个人，恁会记一段故事，记载伫罗马书。伊讲，在我里面有一个人，我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但是伫我内底这个人是2个律，阮伫迄个所在拔河。我所要爱的好，我做袂来；我所明明知影无好，但是安那，迄种的诱惑力太大，我忍受不住。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保护我们的礼拜堂，所以拄则咱所读的话安尼讲，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爱的里面，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咱的听若无够，咱甲主祷讲，求你用你的听来充满我。所以第一个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就是第一句话。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有好的想法、好的思想。心理学叫做正向的意念，伫圣经叫做 eulogia。eulogia 意思 ，eu 这个字就是好
罗吉亚的意思在圣经中间就是真道，上帝的话道成肉身，那个道叫做 logos。所以 au logos 的意思就是讲，当上帝将伊宝贝的话善道、良善的话放在我的生命中间，我的心思意念就得到改变。近代的心理医师有一种新的潮流，因为追求一种新的治疗医治的方式，因为发现这精神病患的人真辛苦，因为吃真多这药啊，但是这个药啊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整个治标不能治本。所以今麦精神医师来对有一个新的潮流，因为追求不用药物治疗，而是能够用正向的心思意念，也叫做 mindfulness。上个礼拜我跟您分享一个字，叫做 floating， 那个生机勃勃的生命，这就是正向的心理学在近代在找。他说敢有新的方法会通帮助人不免吃药啊，人的心灵疾病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得到帮助。心理协谈是一个方式，还有另外一项，他鼓励人里面要有正向的想法。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看见，亚里士多德早就这样讲，圣经里面嘛拢这样讲。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个字叫做 eulogos， 他讲各种的属灵的恩赐 eulogos 那放在咱的里面，人的心思意念就要受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圣经早就这样讲，彼得伊这样讲，他讲上帝神圣的能力会当将有关着智慧甲境界的事来赏赐给咱。这个文字对来，这个文字是因为咱认捌耶稣基督。所以你今嘛写较这么清楚，他讲有关着外面正向的思想、善道、善念 mindfulness、flourishing life， 上帝所给咱的，咱的内面有清气的想法，咱的生命才有真正的能力甲幸福。兄弟姊妹，认真读圣经，牧师帮助咱。如果你若圣经有问题，唔免客气，我真欢喜甲恁解说圣经。我嘛真欢喜伫恁背后为恁祈祷，求上帝帮助恁成做一个爱读圣经的基督徒，用上帝的话来建立你的思想。第二，伫圣经中间咧讲起有一个字，伊真要紧咧讲起，人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真好的灵。有一种良善的灵。耶稣讲一个故事，讲当一个鬼对一个人的身躯顶话赶出去，这个鬼赶出来的人，这个人暂时好，但是后来迄个鬼佮走去招一阵鬼呐，佮走倒来，佮进入伊的内面。这个故事咧讲起，当上帝主耶稣甲咱清去咱的内面的事，当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伊的保护，甲咱洗清气。清气的礼拜堂唔通佮继续用阮遐无清气的物件入来，病毒入来。所以伊讲 au daimonia，au 就是好，英语翻译做 well，W-E-L-L 是好的灵。这个灵 daimonia 这个字，就是咧讲起邪灵、恶灵跟善灵。兄弟姊妹，常常家己花手伫你的心来祈祷，甲主祷讲，求圣神踮伫我的内面。良善的灵，良善的灵，你的上帝，你的灵来踮伫我的内面，我都无歹心，我的心内都无好的想法。兄弟姊妹，我的内面有一个 eulogos， 我的内面有一个好的上帝的话，我的心内有上帝好的灵，恁已经有两项啊。兄弟姊妹，常常为用这两句话为着你家己生命来祈祷。伊咧讲起 au daimonia 的事。保罗彼得伫伊的彼得后书伊所讲的话，伊讲主耶稣已经将极宝贝佮极大应允来赏赐予咱，这种的能力会当拯救咱脱离情欲的败坏。为什么？因为上帝伊家己的本性、伊的性情、神的性情就进入咱的内面，咱就成做一个有清气良心的人，无勉强。因为自然而然，你的身躯清气了，你就真无爱去拍垃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享受圣洁的生命，伫主的面前。
第三，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这句话祈祷，这个字叫做福音啦。圣经内底咧讲传福音就是这个字 ，Angelia 这个字 ，Angelia 这个字本身是 angel 天使，好的天使。上帝差派好的天使，将伊好的话、祝福的话讲互咱听。上帝若将迄个好的话放伫咱的内心，咱就真做一个传递好消息、有使命感的人。兄弟姊妹，咱的一生需要明白上帝伊的计划。上帝要将伊最的祝福，互咱伫一生所做的工，会当荣神益人。今日咱有一群的兄弟姊妹，因代表展望会来到伫咱的中间，因一个使命要帮咱开钱。兄弟姊妹，这牧师你甲这个工作讲了足抽象呢。兄弟姊妹，毋是帮咱开钱，帮咱有机会做天使。伊从台湾国外最遐无依无靠的囡仔，伊要甲咱做配对。咱手脑有能力，不要推迟。兄弟姊妹，认养一个孩子，有可能将来这个囡仔，伊会成做一个上帝手上重要的，改变那个社会社区里面一个重要的人。德蕾莎修女建议给到贫民区，伊将一无所有的贫民区的孩子招伫伊的身边。教因 ABC， 教因讲故事，然后因写 KING King 国王，德蕾莎修女甲因拍拍手讲，这是恁学的第一个英文的单字，那个单字叫做国王。伊教这个囡仔尊重自己，如同尊重国王。开因的目睭，互因读册，互因认捌。这些智慧跟知识将成为生命的盼望。所以兄弟姊妹，使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使命感需要成就的，就是上帝他本身奇妙的作为。耶稣讲：你若认捌上帝的义，你若认捌上帝的国，剩的恁就拢得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这句话，不是轻轻踩踩讲。一个认捌上帝的人，看似一无所有，却是什么？却是样样都有。这就是保罗的哥林多书来对伊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似贫穷，却是富足；看似不为人知，却是人所众知。所以你看，上帝手中的生命是足奇妙，是这个世间人所未认捌。愿天父上帝帮咱意向，咱的生命需要有好的眼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在座的青年，上帝赏赐恁能够看见异象，也祝福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有异梦、异象、异梦，人因梦想而伟大。异象这个字伫圣经新约，第一个字叫做 Horama， 第二个字叫做 Hotasia， 这两个字什么意思？Horama 这个字，拄则牧师甲咱解说，就是地平线 （horizon）， 就是讲你目睭伫咧看，能够看到你的视线的最后的极端，无论是山，无论是海，就是地平线 （horizon） 就是这个意思。伊的意思就是光，意象的意思就是光。所以呢，今晚咱的生命需要有意象。一个无意象的人，人生就是平淡；一个有意象的人，伊会创造无同款的物件。世界展望会对一个人，一个人，美国人，一个美国人，和全世界拢有展望会这种的机构。意象叫做 vision， 看见意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每一个人拢为家己祈祷。主啊，我要拥有一间能够荣耀你的生命的殿，让我的灵魂充满了美丽。今仔日牧师用4个圣经的字甲我分享，主啊，用这4个字为着我的生命的智慧祷告。Eulogia， 主你让我有善道
上帝你好的话伫我的内面，会有大摩尼，主你将好的灵放伫我的内面。主啊，求你将迄个会有恩给利亚，就是好的福音，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明白我是为着上帝你来活，我要活出来上帝你的话，我要将成做上帝你的天使，传播上帝你的心意。最后一项，求天父上帝互我有这个会有塔西亚，就是互我有好的视野跟眼光。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今仔日咱的礼拜，每一个人无空空离开礼拜堂，咱同心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无一个你的囝儿，伫伊的生命中间是枉然，空空着活。主求你，因为你的性命甲你的疼来祝福。今仔日无论是伫网络、伫教会内底，所有阮做会听到上帝你的话的囝儿查某囝，互阮的生命无空空着活。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也不是枉然。主求你祝福每一个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心内有感动的人，因为敬畏的心往你祈祷。主将善道、将善灵、将善良的使命、将美丽的意象收束阮。主互阮为主你来发光，加做上帝你的器具。阮安尼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